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6月27日公視第幾台下晡新聞，我是蘇眉。新聞頭家先來看，當對早起開始，這新竹就落大雨做大水。上新的消息是，在新豐順產失蹤的65歲查甫人，消防人員挖到已經找到遺體。這回新竹的水災是已經計共造成2人死亡，也有1個人失蹤。這個失蹤者是一個81歲老先生，也是出門順產都無消息。搜救人員是已經有找到伊藍色的貨車，不過是已經去互土石地甲變形，消防局還在找人。透早消防局來到新埔，要找失蹤的81歲時大，現場可以看到藍色貨車已經互土石地甲變形。家屬講，時大早起7點出門，講要去農地巡產園，沒想到就安尼歸人碰見。警方的監視器，它是7點10分從我家門口經過下來，我們才來這邊找，我找到說他車子就在這裡面，埋在這裡面了。他是怕說這個水會淹到他的菜，他就跑下來看。其實7點多已經很大了啦。今天主要搜索的區域是在這個範圍。新豐有一個65歲查甫人，趕快是去農地巡產了，就失蹤。消防局拜六除了派人在附近搜救，也出動空拍機到找人。新竹縣長游文科也來到現場關心，經過搶救，在中島找到人，不過人已經不幸往生。會動員我們所有的安巡、海巡以及我們的消防局的同仁，用空拍機跟沿岸一步一步的去尋找到這個出海口。那這個距離大概有4公里左右。那我們會全力的來搜索，希望能夠找到這個失聯的民眾。拜過一場大雨，造成新竹縣2死1人失蹤的意外，有不少民眾也對縣府宣布停班停課的時間提出質疑。縣長表示，這擺落雨落甲閣緊閣大，已經超過新竹縣的排水系統，對大雨所引起的無方便，會向受到影響的鄉親回釋咧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早起氣象署針對台中、彰化、雲林、嘉義發布雷公雨災防信息，水利署也發布淹水的警戒。彰化雲林有不少所在，今日的雨量已經超過200毫米，犀利是落上濟。這國菜市場附近淹水真嚴重，也若是員林在信義巷水是淹到有遐尼深，住戶都愛坐樹林船鐵里。大水淹入厝內，雖然雨勢已經較緩和，也毋過厝內積水也是無退。彰化縣員林市信義巷捌水淹甲腰的，消防隊27早起6點協助鐵里9個住戶，市公所也設置臨時收容所安置。我們派遣到信義巷那邊，總共撤離有9位民眾。那撤離之後，由公所來做收容安置。4、5點。我開那個2樓窗戶看一下，哦，那個車子都泡水了啦。哦，就是我趕快叫孩子他們下來整理。員林也有真濟所在，攏因為大雨淹水，包括南平路、南昌路、大東路、靜秀路等幾個路段，也是嚴重淹水。另外，伫永靖鄉同款是淹水災區，永夏路的積水真歹消退，也有轎車無險通過。我大雨進前蠻大了，之前去年有一次淹到你們這邊哦。台中市也傳出南山的災害，烏里區環中路8段787巷因為公雨溪漲起來，將4棵為流產來的稻草攏衝出路面，鐵地排水坑了後造成淹水，附近的居民透早起來，就趕緊清理鐵地排水溝的雜物，也有民眾在家己的小山鳥加速清理的速度。稻草全部都塞住了，他之前有這樣子過，你以前很久沒這樣，很久沒這樣了。在拉尾仔5點左右，南投仁愛第14線羅山軍龍橋靈鳳坑出口也因為大雨出現大量流石，到暗時啊，山邊遊園繼續幫忙雙向交通中斷。好佳在無造成傷亡，警方甲公路單位已經緊急封閉道路。本分局接獲通報，派員於道路兩側管制，維護民眾安全，也通報相關單位。另外，雲林位半暝開始也繼續落大雨，包括西螺、虎尾兩地區出現淹水，其中西螺27到11點的累積雨量已經突破230毫米，全國上懸。好佳在天光雨勢較細了後，積水已經慢慢來退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屏東有一寡鄉鎮淹水還未退，第27線南邊路段就北個方向封路，東港南邊等6個鄉鎮今仔日停班停課。行政院長杜永泰就路人抗災，宣布補助標準，厝內淹到50公分以上的罰2萬，若是有電器害去的，補助1萬。
汽機車通過積水所在，全部檢測環境，油源噴出水，在27線那邊路段，而七早起積水攏無退，公路單位趕緊封上班路段，避免發生交通意外。水深到腳踏夫，民眾出外買物件，只好撩水。經過前2天強降雨，民眾東港東新里行動路附近同款積水未退，社區內底路也是一條水路，就算住戶設水棚，也無法度擋大水。我倒去上班啊！邊仔的雷縣地理部分地區，厝內積水已經退去，民眾步行清理，暗過路的積水也閣加卡吧。少看有退爾。啊，無昨到遮啊。嗯。啊，攏安尼啊！你介濟咧想法要安怎往安嘛？逐概往嘛可以辦咧。受連日暴雨影響，屏東維州所在積淹水，有東港、新橫、南州、那邊甲崁頂、嘉東等6鄉鎮，日前停班停課。行政院長杜英泰羅南勘災啟動補助方案。只要你裡面淹到50公分以上，一律給予2萬元的補助。這是中央的部分。另外，在住戶裡面、居家裡面或者這個門牌號碼的這個居所裡面，你有家電的損失，我們另外會再給予1萬元的家電的損失的補助。國軍也投入救災，除了分送民生物資給受災民眾，也配合執行災後復原，要趕緊協助災區恢復正常生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台北內湖昨日淹水，民眾罵甲，這是府開要4000萬做的這應變平台，說是佇個淹水迄當陣雄雄告終，大家局處的資料攏無法度傳起哩。不過台北市長蔣萬安是表示講，狀況雖解決，無影響到救災。蔣萬安嘛宣布講，未來5檔到10檔要開65億提升排水，這成功好落來，較有法度應對。頂日大雨來襲，台北市內湖區真濟所在出現積淹水災害，引起民怨。台北市政府也予民代演出，開闢花4000萬的災害應變分段協作平台。佇淹水迄日發生故障，造成各單位資料無法度即時上傳。對此，台北市長蔣萬安證實，迄日同齊時段大量的影像資訊回傳，伺服器確實有短暫延遲。在同一時段，大量的影像資訊回傳，伺服器有短暫的延遲，但即刻的排除以後，沒有影響任何的救災行動。防災議題正做選戰焦點，對處民進黨參選人選變樣，點出淹水的主要原因是邊高清污也有排水問題。蔣萬安回應，環保局攏有定期清污，也會提升防洪準繩。佮確定將台北市的雨水容受能力每點鐘78.8毫米提升到88.8毫米。外界關注具體達標的時間表。我們預計65億的治水經費，我們規劃5到10年，我們希望持續的布建，所以包括我們看到百靈抽水站、大龍抽水站的新建，還有包括中山抽水站的擴建。針對北市府 AI 防洪，蔣萬安強調水利處系統有正常運作，新別樣回擊，市府的測站數字甲氣象數無符合，市民第一時間無接到通知，為府做好防災準備，市府愛負責任。那他們的數據跟中央氣象署完全不一樣，這也是事實嘛。那他們自己說呢，這個排水溝上面這個有淤積所以要清掃，這也是事實嘛。淹水這也是事實嘛。淹水所造成的災害，目前他們的這個金額完全沒有辦法彌補，這也是事實嘛。另外，北市府發放內湖災民1萬塊的淹水補助金，新變樣認為無法度補償災民的損失。基礎中南部同款有災害，中央地方愛共同討論補助的標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勞動部將公布外送專法的3項做法，或者外送員的薪水更加明確，申訴派單補償更加有制度。外送員上接甲平台起衝突的，就是無預警停權的問題。專法是明定講，若是外送員連續3天無就線，業者才會當停止因的商業保險，毋望會當減少爭議。針對外送員權益，勞動部公布外送專法的3項做法，規範電信化契約頂懸愛記載報酬計算、給付方式、停權事由甲期間等4項禁止業者單方面變更權利義務，將成本轉予外送員。若平台業者違法違約，應該愛負經濟補償上懸6個月報酬。你任意的停權
全會損害到外送員他的工作權益，影響到他的生計，所以停權這件事當然要慎重，非是有明確的證據才可以做這個處理。對主犯外送的相關工會認為，過去外送員上問題是平台無附件停權，而且申訴困難。這擺主法補強了後，下擺應該應減少證據，對專法評定。若外送員連續3天無上線，業者應停止商業保險。外送相關工會表示，這是各方協調的結果，應接受。勞動部幫我們制定一個非常好的霸王條款，它必須要提供明確的違規樣態。然後還要有調查的情形，違規區間好，那可能要模糊化的告訴我們。我們沒有很強制說一定要3天吶，但是只要我們在上線的期間能夠幫我們保這些商業保險等等，那我們這個都可以接受。對外送專法的3項主法，有報業持家扶貧大龍表示，會全力配合政府政策，確保合規，會趕緊研究3項主法的內容要求了後進行相關的調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前行政院經貿辦公室副總談判代表顏慧欣，風聲在生的時陣是受到霸凌。經過調查，行政院認定主管楊振寧確實有霸凌的行為。上緊後禮拜，院長杜英泰就決定要安怎處理。不過楊振寧是反對調查的結果，認為講報告干那聽少數人的講法，無正當程序。我們在這個總結性會議上面持續的去爭取。今年3月，因為破病過身的顏慧欣，在西進行擔任行政院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，參與美國對中關稅談判，因果說傳出防集場霸凌，外界將目標指向總談判代表楊振寧。行政院委員經過3個月調查，其中12項有2項認定構成集場霸凌行為。關係人持續以冒犯的負面方式多次否定關係人甲的意見，打斷關係人甲的發言。那經過我們調查的結果，認為在職務上利用權勢跟機會，逾越了職務上正當合理的範圍，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環境，導致關係人甲的身心遭受巨大的壓力，所以構成職場霸凌的行為。另外，調查報告也指出，楊振寧利用權勢甲機會超過職務上的正當合理範圍，讓單位內部緊張形成無友善的工作環境，造成同仁身心受到真大壓力。因過伊本人是透過6點聲明回擊，表示家己真尊重顏慧欣當初的請託專業甲意見，認為調查是聽信少數人士單方面之詞，欠正當程序，也呼籲愛公開事實真相。我也會用這1-2天的時間，再度詳閱整個調查的內容的主文，那麼更需要做全面的思考。那麼在下周開始，我就會立即做出必要的一些處置。那希望這個事情能不影響整個公務的推動，以及我們現在很多國際事務的談判的過程。國民黨立委陳建輝並且點出，敢講只有楊振寧愛負責執期，顏慧欣在先進前化橋幸好行政院長攏收到啊，直接點名到陽台知影無處理，勞動部也佇日內暗回應，表示會繼續針對這場霸凌是否陽台，隨時檢討和精進防治指導手冊，協助雇主甲勞工避免職場霸凌風險，打造友善職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接落來看中東，在美國甲伊朗打簽停戰的備忘錄，不過這陣又擱戰起來。一隻中印海運的貨船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時，去互無人機攻擊。所以講，美軍就指控伊朗違反停火協議，就空襲伊朗的軍事設施。不過伊朗迄邊是強調講，有船啊違反海峽的通行規定，才會射飛彈來警告，批評這美國是咧找借口發動攻擊。航行在荷姆茲海峽的貨輪向遭到無人機攻擊。美國總統川普證實，伊朗向通過這條全球重要能源航道的船隻發射4隻無人機，其中3隻被美軍拍落來，另外1隻拍到長型海運液海動力輪。I don'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. Actually, 4.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, not an Allied ship, but a ship, a very expensive ship. And it was fine,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. They shouldn't be doing that. 根據長型海運水平掛新加坡旗的動力輪，迄時陣沿阿曼海峽駛離開的荷姆茲海峽，駕駛台頂懸架坪，互不明物件弄到，造成厝頂甲駕駛室窗仔受損，不過無人員傷亡，船也順利脫離海峽。
美軍中央司令部認定，伊朗用大型攻擊無人機攻擊商船，明顯違反美伊停火協議，出動軍機空襲伊朗境內飛彈甲無人機駐存設施，引發雷達站做強烈的回應。不過，伊朗方面強烈否認美方指控。伊朗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阿吉奇在社群平台表示，美國各一擺在談判期間攻擊伊朗，證明川普政府根本無遵守談判原則，也無遵守停火協議。伊朗國營媒體引用軍方消息人士指出，代志發生之前有船隻違反荷姆斯海峽通行規定，所以伊朗部隊捌發射警告彈加警告飛彈，美國所安尼對伊朗發動攻擊。另外，經過5擺會談了後，黎巴嫩、以色列甲美國日後在華盛頓簽署一項3方攻擊協議，為這兩個長期敵對的中東國家進一步達成和平協議來鋪路。公視新聞陳秋梅報道。金門有真濟有特色的閩南古厝，不過因為時間拖磨，加上人漸漸搬走，不少古厝就廃棄失去光彩。不過，對一寡少年人來講，這寡古厝有因的家族情感，也保存老師傅的手藝。所以講，因就摕翕相機、野修復工具，用無共款的方式，讓古厝有新的生命力。公視第一台青春咱的幫，下午7點半帶大家來看少年人修復古厝的故事。陳干芬是佇金門大漢的，有閒的時陣，伊會四界行踏，用鏡頭甲無人住的古厝翕起來。因為伊毋知影遮個厝明仔載敢還會佇哩，相時伊嘛去到修復的現場，翕遮個修復古厝珍貴的記憶。我是負責養魚的，因為毋捌做過有哦，土路後來教有哦，就是靠這個頭啊。靠大家知影講，金門的古厝其實有較濟老師，用很多不同的工法去堆疊起來的，所以其實古厝是非常有溫度的建築。在修復古厝的現場，大量有是少數的少年人，就算愛忍受吹風曝日，不過師傅代代相傳的工法，背後有古早人的智慧，讓伊了解修復的毋但是建築的本身，也有一份文化傳承的責任。做這個很有意思，就是不是說照圖施工而已，它還有很多是需要個人的經驗，然後還有以前的技術來做融合，不管說是人文啊、歷史啊等等的，這些都會包含在裡面，所以它不光只是做工而已。蔡志順對老建築嘛真有熱情，伊甲真有戰地色彩的北山國洋樓改造做旅舍，甲空間交予少年人發揮，青春的創意甲笑聲，或者鬧熱起來。然後我很喜歡金門，很荒謬這點。騎車走在路上，牛會出來當年。我在這邊的努力，這個9年10年，能夠留一個可能未來可以改變金門的一個種子在年輕人身上，那他們可能在這邊發揮他們的專長。這3段為古厝付出的故事，應用行動來回應故鄉，希望為傳統的建築開創未來，繼續延續落去。記者葉依瑩、連勝維金門報道。下半部的天氣變化，來看各縣市的詳細資料。北部地區27度到29度，中部地區27度到29度，南部地區27度到29度，東部地區26度到29度。外島地區25度到29度。最後來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。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，我是蘇眉。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。
用